1個月就可以出到牌，係咪講笑啊？1個月出到牌係真㗎。而家深圳灣口岸申請大塞車、大排長龍，完全唔知幾時先可以上到牌。如果唔想等，又想盡快上到牌揸車，隨時往來香港同埋內地嘅話，驗牌係你哋唯一必然嘅選擇。公司會幫客戶 check 清楚放售牌嘅公司有冇法律責任同埋負債先100%，確認車牌持有公司冇任何債務問題，先會轉名俾客戶。過程100%妥妥當當。透明度亦都相當高，只需要1個月左右，時間已經可以上到牌。自由往返內地蓮塘、深圳灣、沙頭角同埋港珠澳大橋，甚至乎皇崗口岸現牌各口岸牌都應有盡有。現只需比納稅牌再高少少嘅價錢，已經可以出到各口岸現牌。對客戶嚟講，簡直係又快又簡單又可靠。對我哋香港人嚟講，時間就係金錢，只係俾多少少費用就可以安心即刻攞到牌，自由通車、做生意、去旅行，絕對係你哋必然嘅選擇，仲使諗？快啲打俾我哋 CPE 車牌2現牌熱線27777747啦，車牌2出牌易。